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支持 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日是总统参选登记最后一天，不过下晡郭台铭宣布要退选，也强调讲一定要政党轮替改变台湾。那配合伫总统选举合作失败，郭文德做吴欣盈做副手，还有二家赵少康出来选，今日虽然去登记。中国爆出真侪呼吸道的病例，一管水也讲是啥物病症，中国拢无公开。为要去中国民众，一定要先注过流感疫苗。2024年总统、副总统登记参选到今为止，也若有独立参选总统资格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下晡发出声明宣布要退选。不过，伊也呼吁讲，着爱政党轮替改变台湾。郭文德随甲老话讲，感谢过党，阮一定会赢。啊，若讲到本地要做副手的赖培霞，进前有放弃美国籍，敢会重新来申请加入的？发言人是讲暂时无拍算。以超过90万份合格人士数，摕到独立参选总统资格，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参选登记到期这一天下晡2点，发声明宣布退选，讲人退志未退，呼吁要完成政权轮替，改变台湾。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德随甲老话，讲感谢过党，咱一定会赢。郭台铭嘛随甲称赞，其实因两个人早起嘛捌见面过。郭文德的车驶入去郭台铭因兜，47分钟。郭台铭的副手赖培霞嘛出现，希望伫登记进前讨论郭文德副手的人选，也有郭台铭的后一步。伫郭文德离开了后，郭台铭甲幕僚密集开会，一直到最后才选择成全。因赖培霞伫人面册发文感谢支持者，讲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决定，不过是即马上好的决定。因赖外界关注赖培霞为着要参选，放弃美国国籍，敢是会重新申请。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代替伊回应讲，并无相关的规划。我是主角之一，就我变成升格为见证者，我觉得朱主任很难接受。我看到无言的结局，不是 happy ending， 因为这是中华民国的命运吧。我很希望中华民国明天的太阳依旧从东边升起。谢谢各位。这一天，南北电影的会谈，还有伊公开郭文德的简讯内底讲，过党会需要找一个理由来退选，互现场的气氛是真严肃。因那郭台铭对整合破局是感觉真遗憾，将基本以日头要是为当兵出来做结论，嘛等于是第二届投入参选总统的9个月结束啊。记者综合报道。那配合协商失败，民众党郭文德今日和副手吴欣盈去到中选会登记。吴欣盈捌陪郭文德去访问美国，10月也去到美国参加美大国防工业会议。郭文德认为讲伊的表现袂歹，而且有财经国际的专长。也若这那配合伫总统大选无多合作，郭文德是表示讲，愿意甲国民党其他候选人徛台助选。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总统柯文哲、副总统吴欣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德公开副手是党内立委吴欣盈，早起11点去中选会登记参选。非常高兴这个柯主席给我在这1年来立法院所做的肯定，最后50天呢，1天当5天用。郭文德嘛肯定吴欣盈的表现，伊做副手大家有共识。吴欣盈今年45岁，是新光集团的千金。过去捌做新光人寿保险公司的副总经理。今年4月，陪同郭文德访问美国。10月份，郭文德第2届展开美式的行程。吴欣盈是去美东，代表参加美大国防工业会议。这2座美国的行程，拢互党内认为表现袂歹，对财经的专业、甲国际关系真熟手，拄好甲郭文德互相补数。郭英培正式宣战。过去我也支持民进党。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必须站在民进党政府的对立面。毋若讲出伊行政治路的过程，郭文德还阁为23伫军外协商破局来回实的，嘛甲国民党话讲，未来要是南北和平，嘛真愿意为哪赢徛台互选。昨天那个场合是一开始就是抱着踢馆的态度来的，就是那个也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我还是会秉持一个不互相攻击的原则，我们必须要。其实我们真正需要赢的是赢过赖清德嘛，不是我跟侯友宜2个对打，只要是理念相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都很愿意去替他们辅选。过去郭文德副手的名单，捌点名前雅虎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周凯莲，竞选办公室总干事黄珊珊，甚至是赖培霞。
买手是吴欣盈，符合国文地副手3大条件，女性、中南部企业界。记者综合报道。那被合伫总统选战是无合作成功，国民党早起召开中常会，决定侯友宜的副手就是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党主席朱立伦也发出动员令，爱全党来相挺，已经去到中选会完成登记啊。侯友宜表示，伫咧中常会进前呢，也是有敲电话给郭文哲，只是对方拢无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副手赵少康伫期限最后一天到中选会登记参选，也算是那被合伫总统选前的战绩正式破局，那也要团结拼总统大选。是临危受命，但是呢，没关系啊，这个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做什么是容易的事情。73岁赵少康有4届全国性选战经验。其中，1992年，伊曾是环保署长，伊无党籍参选台北县立委，摕到23.5万最高票。迄句大家知晓赵少康，较早叫政治金童，伊即嘛是剑道男的精神领袖。侯康培互人解读，毋但有互补的作用，也是本土男结合剑道男的代表。赵少康讲，做副手的原因之一是侯友宜捌救过伊的小弟，也讲袂做一个无声音的副手。所以这是于私，我见过他我不会是一个没有声音的负责人，我意见会很多的。侯康培先叫赵少康讲，两个人会当分工，伊负责北部，侯友宜走中南部，上严禁起行，坚固拿赢基本盘，争取中央的选民。侯友宜讲，公布副手前，赵少康捌考劝伊一届，卡互郭文哲，毋过郭文哲无接。希望柯文哲主席在没有登记之前，我们都会共同希望能够携手合作。那非常可惜，最后他没有接电话。正式发出全党动员令，大家团结一致，全党支持侯友宜。赵少康身兼媒体人甲中共董事长的身份，伊讲即马开始暂停广播节目，毋过未是中共董事长。未来若是当选者的时，若是那白合破局，赵少康讲民进党才是最后目标，未主攻郭文哲，呼用那白个人拍拼，也争取郭文哲支持者的选票。佮叫郭台铭重回国民党舰队，做伙达成政党轮替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先讲了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副手萧美琴今仔去到立法院，和并连任的共党立委点献团结气势，发出这国会爱过半。也那这不分区的立委参选人也去到中选会登记参选。针对着这南北合失败，赖清德竞选办公室表示，甲袂起来已经造成这社会困扰了，希望选举就爱较正常咧，呼吁对手赶紧提出政策，才是对选民负责。守护台湾。2024大选最后50天，民进党启动和国海军号宣传车的巡回计划，对高雄左营出发。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竞选总干事潘平安讲，宣传车的照片传达传达国防自主的决心，也就此争取民众的支持。赖小北，动选！赖小北，动选！赖清德副手搭配萧美琴，登来到担任4届立委的后头处立法院，完成竞选任务，甲并连任的党团成员展现团结的气势，发出国会过半。这几天不断的有我的兄弟姐妹们告诉我说选情告急，让我非常的不忍心，迫切的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在各个选区，在基层一起来争取更多台湾人民的支持。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参选人包含警管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辛碧阳、演员皆有请假人，第一季最后一天，由党秘书长柯立明陪同到中选会来登记。他选哪一个？带不动你的性格，会是哪一个呢？好，示范各位。赖清德是副总统身份参加台北国际金融博览会，俄罗金融业也是互国产业，协助推动台湾各领域发展，并且希望未来达成4大目标。我会来打造一个稳健发展，而且是坚实强韧的金融体系。一个目标是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赖清德竞选办公室讲，国民党加民众党最近的混乱，导致社会真大困扰，将有正式落幕。希望未来选举能回归正路，呼吁对手赶紧提出政策，才法度对选民负责。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国北方逼出呼吸道的疾病，特别是囡仔感染到肺炎微肠菌的病例是增加了真紧。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出声明，要求中国官方就要公布资讯。
咱的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表示，中国类流感已经是连续5礼拜快速增加。不过，中国官方的资料内面，说只有2成到3成是流感病毒，无讲到其他人是感染到什么款的病。呼吁要去到中国民众爱先注过流感疫苗。 中国北方病院急诊室4个拢是人，详细看患者内底大部分拢是囡仔。根据了解，当地囡仔大部分为着肺炎支原体，就是咱所讲的肺炎梅球菌。肺炎支原体是我国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一个重要病原体之一，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的传播。因此，在无防护的情况下，在这个人口密集场所，比方说幼儿园、学校，会导致集中爆发流行。 不少囡仔因为梅浆菌一直受甚至部分发烧、烧真悬，必须要吊大肠的加食药啊治疗。网络上甚至出现有囡仔拿吊大肠的拿写功课。对中国呼吸道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昨真罕的要求中国必须提供官方资讯。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讲，中国北方上呼吸道感染疫情连续5礼拜清悬，是过去3年同期的2.5倍。中国最近疫情清悬上紧的，不是梅浆菌肺炎，而是 RSV 甲腺病毒，显示中国北方是多产病源斗阵流行，加免疫无好爆发的阶段。 假如说有发现这个新兴的这个病源的话，我们大概才会针对这个双方的旅游采取更进一步的这个管制措施哈。那目前来讲，就是说还是呼吁一般的个人防护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疾管署呼吁民众，若是要去中国，上好先注射流感的疫苗，挂嘴暗，较莫出入人多所在，万有症状要有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对2013年了后呢，拢无影去挖到这退伍军人病。不过疾管署今仔临时召开记者会，讲今年到单呢有通报4例影去挖到这退伍军人病个案，怀疑是甲水有牵连。疾管署也要提醒民众，泡牛奶的水一定爱滚过，而且爱定期清水塔、线路、饮水机这寡设施。 泡牛奶互红婴仔啉，加冷水降温，这个动作要注意。疾管署2时临时召开记者会，说明今年到单新增加4例红婴仔为着退伍军人病个案，拢伫出事了后的10天以内出现发烧、肺炎这寡症头。因为伫这4个红婴仔分别大的医疗院所的水道头、水塔、饮水机有验出共源的病毒，怀疑可能甲用水有关系。机构呢务必要这个定期的来清消相关的这个用水设施哈，还有管路，来减少跟预防这个退伍军人菌的这个残留。配方奶的这个调配的时候呢，必须要使用70度以上的热水哈，最好是能够煮沸过，请不要就是在用了这个热水之后呢，再加入冷水或温水来冲泡哈，以免说这个冷水或温水当中带有这个病菌。 台湾自2013年了后，就拢无红婴仔去挖着退伍军人病，一直到今年才阁发现4例。疾管署表示，退伍军人病袂人传互人，退伍军人菌存在伫一般的用水当中，免疫力较低的族群，互这款水砸着，也是病菌伫水部内底互人输着，病菌走入去肺部才会着病。专家讲，这款病目前无疫苗，定期清用水的设施是真重要。水塔到水的管路，一直到饮水机。 这整个一长串都要做好应该做的清洁。饮水机的话，不管是你用滤网也好，逆渗透各式各样的方式，定期应该换的就要换。记者龚兆水台北报道。 中国上海昨出现这风背影影的情形，因为这东北季风变强，今年入冬头一阵对中国来风背影影也吹落到台湾。根据着这环境部空气品质监测显示，今早起台湾西半部、新北、桃园、马祖地区，这空气品质是感觉是较红色，也要提醒民众，若准是较敏感的人，就要提早做准备。 台北天顶看起来雾雾，天气甲空气品质看来拢无啥好。由境外空气污染得到东北季风而来，空气品质监测的数据显示，台湾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陆续出现感觉色提醒到红色警示，对敏感甲所有族群的健康拢有影响。 富贵角那里的车站就观察到这个 PM2.5的浓度啊60左右哈，那持续影响啊，会北部大概是到傍晚左右，那中南部啊，随着东北季风南下，它的污染物也会累积受影响。 环境部指出，东北季风夹杂境外污染物南下，影响台湾。早起9点，富贵角、观音甲马祖 AQI 指数拢是红色的。
下晡起了后，空气污染慢慢对中南部来扩散。北部大概明天就会趋缓，可是中南部因为位于下风处啊，所以大概还会影响到明天。容易降雨的地方是在北海东北部地区跟基隆北海岸，那空气品质比较不好的地方，大概是在我们西半部，所以降雨的部分其实对我们污染比较大的地区是没有显著的影响。环境部协商台电甲民营的电厂减少小土团发电，中部闭关区甲台北、新北、贵人同园也对昨暗开始，对着伫外口烧物件，引进工地这大型排放管来联合稽查。环境部也指出，北部伊会宣布微粒浓度已经有下降的情形，淹过南部可能因为风速减弱造成污染物停伫遐，延长这个空气品质影响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对当地时间24早起1点休战4天，哈马斯伫24下晡4点也先放13名的人质出来，以色列也会伫4天内把150名巴勒斯坦犯人放出来。不过，这届参与超车国家卡达也开始烦恼，讲这冲突会一直影响到后一代，未来将有可能会再发生这款报复行动。救护车甲载满物资的卡车伫拉法关口头前排队伫等待。经由卡达、埃及抑个美国协商，以色列甲哈马斯同意停火时间，予50名和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妇女甲囡仔等去死，并且运每天运送至少200台卡车物资甲燃料入去加沙。尽管比原定的日程慢1天，头一批13名人质会伫当地时间24下晡4点被释放，直接被送往病院去检查。同时，以色列方面也答应会释放150名巴勒斯坦犯人，遭到多数是妇女加青少年。不过，一直到停火协议启动迄个时阵，加沙走廊依然听到一寡轰炸声音，持续大约15分钟。也会伫休战进前的拜四暗时，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国际团说，以色列军队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不过，这无影响真侪难民准备要返来北部。尽管以色列一再警告战争也未结束，这人依然是趁停火归家来离开汉尤尼斯。当地即阵有几800万人伫遐，又欠缺清气的饮用水甲基本的物资，领导状况是愈来愈歹。بدأت يعني تصل إلينا تقارير بانتشار بعض الأمراض بين النازحين.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يعني أمراض الالتهابات الرئوية تقريبا فوق ال70,000。另外一方面，加沙司法病院的民方发现哈马斯的地道，以色列方面认定就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院长拜是和以色列掠起新闻。另外，以色列也伫加沙北部的加巴利亚地区发现扛武器甲制造武器的设施、飞弹发射站，也个藏伫清真寺内部的地道。נכנסנו לתוך העיירה ואיתרנו פירים ליד מסגד, פירים מאוד מאוד גדולים, שברור שנעשה בהם פעילות של טרור מתוך המסגדים ומתוך השטח האורבני. 以下冲突已经49天，全球掀起支持巴勒斯坦也是支持以色列的声音。卡达正做击败参与协商的主要国家，该国外交部长就烦恼，以下冲突可能造成整个世代互相受分，加互相看做未来目标。欧盟国家领袖是到约旦河西岸，甲巴勒斯坦驻地政府主席阿巴斯会面，希望以巴重新启动和平谈判。公视新闻杨眼编译。北韩伫这几天拢伫咧试射飞弹，而且第一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入去轨道。南韩也伫23宣布先暂停2018年签署的919军事协议。落尾北韩也强调，对即马开始要退出协议。根据韩国媒体引述军方消息，就伫北韩宣布发射军用侦察卫星成功进入轨道的同一天，驻防伫北领岛的海军陆战队在那里进行3天的实弹演习。北领岛伫仁川西北193公里，是韩国所谓外岛内底上靠近北韩领土的前线阵地。除了军事演习，韩国也伫北韩211发射卫星了后无偌久，宣布暂停实施2018年9月19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加当时的韩国总统文在寅签署的919军事协议。919 군사 합의 일부 효력 정지는 우리 국민의 생명과 안전을 지키기 위한 필수 조치입니다. 북한의 도발에 대한 상응한 조치이고 최소한의 방어적 조치입니다.
2018年两韩伫5月板门店高峰会，也甲刷来进行的军事会谈了后，9月中由当时的总统文在寅访问平壤，正式签署降低边界紧张的军事协议。尾啊，双方部队撤离非军事区的攻守，搁拆除地雷。年底甚至有南北军事代表进入对方的领土。不过因为韩国由保守派的尹锡悦当选总统，即个甲美日军事合作，所以北韩又搁一直非动啊试射，朝鲜半岛局势又搁紧张。另外，针对韩国的延世大学天文千里镜有翕到，北韩卫星升空了后，头一只火箭落来时阵爆炸。路透社引述延世大学天文学者的话讲，可能是为了防止火箭的残骸去予美日国家回收研究，唔再伫空中就甲崩掉。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爱尔兰的首都传出一件攻击事件，有一个40多岁查甫人伫市中心一间国校的一个门卡口呢，举刀看到人就乌白乱堵，造成3个学生、2个大人受伤。代志发生了后，有人借机会伫网络顶头传假消息，讲这举刀的查甫人是移民，谣言传出去，引起反移民派伫街头动乱。伫都柏林市中心的商业区，2、3间正无平静，不明大声发着反移民的口号，放火烧警车甲巴士。饭店甲麦当劳素食店的窗仔门被人攻破，也有人趁机会入去店内抢劫，并且对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弹石头甲炮啊。警方派400位警力，到半暝才慢慢恢复平静。警察首长甲司法部长对规件骚乱正重视，拢亲自到现场指挥。伫不当发生进前几点钟，市中心帕内尔广场边一间小学，传出有一位差不多40岁歹徒举刀杀人的意外，造成3个5到6岁加2个大人受伤。网络甲社群媒体由不法分子借机会闹事，乱讲歹徒的身份，作下这款无正确的资讯，散布反移民信息。But at this time, An Garda Síochána is satisfied from our inquiries that there is no terror-related activity or related to any wider aspects in relation to this matter. It would appear to be a standalone attack, and we need to determine the reasons behind that. 司法部长麦肯蒂接受媒体访问时讲，规件骚乱甲移民无关系，也甲伫咧边接受治疗的囡仔无关系，就是一群犯罪分子暴民借着不幸的攻击案件冒出家己的利益。警政首长哈里斯讲，伫街头发生的这款疯狂落马的行为，背后有极具意识形态伫咧斗相共使人。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嫌犯也是外来移民，是已经住20几冬的爱尔兰公民。另外，嫌犯伫咧校门口杀人的时阵，一位8岁一名外送员看到5岁查某囡仔被抬，就随落车提帽啊攻击歹徒，把歹徒拍倒伫咧涂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巴黎天气是愈来愈冷，3更暝半会达到0度左右。慈善团体也发现讲，伫法国流浪的难民囡仔有增加的趋势，一个暗暝上无有2800个囡仔等咧受苦。慈善团体也呼吁政府爱赶紧增加补助经费，改善一寡囡仔的环境。在这个简单的布棚内底，听到幼囡仔咧哭的声，伊直甲因阿母告，伊直到因阿母饲食罐头副食品，伊才安静落来。巴黎这间学校外口组织一群为抢个海花来的有路无厝的难民，因内底有袂少人带细汉囡仔伫咧街路流浪，即马寒人都要到啊，因敢会当住伫咧这个玻璃式的布棚内底。像je dis, nous sommes au dehors avec des enfants, on n'a pas, en fait, être sans abri avec l'enfant, c'est pas évident. Vraiment, c'est du tout compliqué, c'est très dur, c'est pas facile. Ça fait au moins 7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en Paris ici même. Ouais, bon, ma femme est enceinte, donc dans 7 mois on dort dehors. Bon, on appelle 115 souvent même. Bon, c'est une seule nuit seulement 115 nous donne. Tu vois, souvent tu appelles même à 6h, 7h et il dit qu'il n'y a pas de place. 慈善团体发现讲，巴黎政府虽然有设紧急救援机制，不过最近难民敲求助的电话，拢防以收容设备已经满了为理由来拒绝。结果伫街路流浪的囡仔是日头增加，估计伫法国一暗都2800外幼囡仔，才袂100千袂少，其中3岁以下的都要700人，比1年前增加超过4成。Oui, on n'a jamais, depuis qu'on mesure ça, on n'a jamais eu un chiffre aussi important que 2800 enfants. En fait,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quand des enfants avaient des parents qui appelaient le 115, il n'y avait pas forcément une réponse tout de suite, mais il y avait une réponse assez rapidement. 慈善团体烦恼讲，12月份零下低温就要来啊，这弱势的囡仔面临困境的问题会愈来愈严重。
为了甲因斗3工，部分学校的家长真热心，发起关不住的活动，包括长领衫、药珠啊、甲食品拢有人捐。11月20国际儿童人权日这一天，不少巴黎民众组织做伙，呼吁政府提供相关补助的经费，增设收容所，或者有路无厝的囡仔会当得到较好的照顾。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空军E2K 已经继去年无执行起落架检查停书就休落来，第四节无人机的八道遇到涂骹受损严重，就要开20亿修理。监委调查了后，发现事故主因是正副驾驶无完成6项的检查停书，监察院通过纠正国防部。去年空军E2K 无人机降落屏东基地时，因为起落架无放落，造成机腹卡着涂骹，无人机也冲出跑道，机体严重受损害。监察院审查通过调查报告，提案纠正国防部。接连的错误导致这个 E2K 的预警机呢，就用机腹着地，机身呢严重受损。美国的专家估计呢，大概要花费20亿元左右的台币才能修复。显然看起来是没有办法修复，也是浪费公帑。监委调查发现，事故主要原因是正副驾驶无依照飞行训练的手势完成6道起落架检查。另外，当时3名要射4名的时阵，教官为了强化学员的学习效果，调降消毒起落架无放落警示声音，造成后壁因为专心训练科目，而无注意起落架存放情形。另外，地面管制方面，飞行督导人员无专程来掌握无人机入场的动态甲外形，造成入去清除区的时阵，才发现无放起落架，违反警告。这一次的这个事故是属于人为的一个状况，那让国军的这个空中预警能力就是折损，也就是原本可以有轮调的这个预警机少了一架，那当然对于其他的预警机这个维修还有执行的这个周期就会造成影响。专家提醒，为了避免飞安事故发生，应该强化安全的管理。空军司令部是讲，除了主动检讨后备人员考核机制，完善修订各项飞训甲督管的规章以外，并且严格来考核多态标准，强化教育、训练甲督考的做法。对着监察院纠正违失的事项表示尊重，案内有疏失的人员拢已经适当来顶处。记者综合报道。体育上微小微强，替中共发展组织时间有20年遐久，佮吸收到这陆军上校向德温兼导航承诺书，最高法院依照国安法定罪嫌判刑12年半。另外，台商彭翔也佮有染局因翁仔某，也防指控替中共发展组织吸收这文化部的科员等人。顶个月检方依照国安法起诉了后，法院今日开庭。这彭翔说讲，对所有代志伊拢记袂起来啊。在法警的戒备之下，行去入境备车，队伍内底一个查甫人是海南省台资企业协会业务会长彭翔，因为表出强谍案，顶个月去互起诉。法院只是头一届开庭，甲人借提到案。伊伫法庭辩讲，所有代志伊拢袂记得啊。你真的是共谍吗？有没有拿中共什么好处？会互传唤到庭，是因为彭翔因翁仔某若想去互吸收，替中共国安单位伫台湾发展组织。因内底成员为电信业者到帮派成员拢有，还阁想要拍入去辩论会核心，甚至早就已经甲手伸入去文化部。不过因看手染局，伫法庭要是坚持讲伊无罪，所以我们这就没有把任何的体制泄露出去。那遭到停职会觉得很委屈吗？面对记者的问题，伊是直摇头。这个人是单德文朴元，伫望藏文化中心服务，当做公务人员，却涉嫌替中国探查中毒的证据。代志发生了后，已经互停职。强谍案连环壁，体育的上尉邵伟强，转度做旅游业已经真侪年。毋但是非法做地下汇兑，佮正做强谍，替中共发展组织有甲20年。成功吸收陆军上校向德温签导航承诺书，为中共效力。专案上诉3审，最高法院要是依持原底判决，以国安法定罪判12年半，替代公权4年，专案定刑。记者综合报道。伫家己有民众加入投资的群组，互人骗75万，不过伊唔甘愿，就和警方合作，2礼拜内甲5名共犯约出来，警方也顺利抓到人。手机我们先跟你保管哦，你涉嫌那个诈欺案件哦。警方甲这个穿白衫的车手宣布伊的权利，然后甲逮捕。
嘉义市警方最近2礼拜内，小刷抓到5个诈骗集团的车手，查到伪造证件、手机、甲压榨钱等等的证物，绩效袂歹。不过，会当成功把这个车手约出来，是因为一个诈骗的受害者愿意斗3工。被害人就是利用他加入了这个平台之后，加入私赖，再跟私赖跟他讲说他要面交现金去投资，这样再把这些车手约出来面交。但是因为广告加入投资的群组，这个诈骗的成员假作是一般的民众。在群组内底一直鼓吹讲有偌好赚，骗受害者来投资。陈先生因为安尼哄骗75万，警方找到这个高风险的对象陈先生，甲伊讲汇款的口座是警示的口座，伊才知影去互骗大耳，决定甲警方合作抓诈骗。抓手，即摆依法甲伊逮捕，你知无？一般诈骗集团若是骗过手了后，要搁约出来是较有难度。不过陈先生想办法，甲车手约出来，卖手这车手拢有承认。警方嘛提醒，网络诈骗的陷阱是济哪鸟毛，民众投资进前都要多方查证，唔通去互迄种稳赚袂了、利润搁悬等等的话术骗甲yên势，将其买欠的老本拢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有的人会把电话卡围起来当作私人空间，甚至是围起来做生意。税务局也要提醒讲，若把这电话卡围起来当作个人的用途，查报了后，若准有这款的情形，就依照实际使用情形去扣房屋税。一寡税店面做生意的店家就伫咧烦恼，到时阵这税金也会算伫咧厝税顶头。电话卡拄满家己物件，围个围起来变做做生意的所在，伫市区四界拢看到电话卡，互人当做家己厝底使用，也是商业用途。啊，毋过袂少人毋知影，亲像安尼，甲电话卡做个人使用，是会互人扣税。不让大家走嘛，然后变成你私有地的话，变成比较私领域，我觉得应该要吧。市区常常发现电话卡互人占用，影响行路的权益，所以落建用扣税方式来约束。啊，不过承租店面是讲做生意已经互人扣真侪税啊。即摆呢，这个因为使用电话卡，厝主会互人扣税，租金有可能搁起悬。房东会转嫁在我们店租的成本上面。如果是付钱的话，就我们自己使用，任何人都不可以过啊！因为我们都是在合理的范围里面啊。他以前只有说你的骑楼下面旁边出去，你就要有90公分，让人家走动吗？台中市地方税务局是讲，电话卡虽然属有民众的私权，啊，不过若是做公共通行使用，照规定是袂使扣房屋税。啊，不过若是私底下甲放起来变更用途，安尼就会照实际使用情形扣房屋税。他如果说是设摊营业的话，是课征3%的房屋税。如果说它是只是加装铁卷门围起来当住家使用的话，它还是可以用1.2%的税率来课征。在防扣税，警方也讲，若做蹲坑杂物妨碍公共安全还是通行，会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1000以上2400块以下罚款。若做加装铁门、增加房屋使用面积，安尼就是违章。接到通报，就会函请市政府督发局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边境开放了后，国内愈来愈侪民众爱安排出国旅游。旅游业品质保障协会也针对1月到3月外国旅行团费的这部分来发布记者会，让大家来了解到明年旅游的资讯。亲像上侪人爱去日本，明年会去4城到5城，也让大家伫咧关注的这中国旅游，甚至会去1.5倍。自咱国边境解禁了后，国外旅游愈来愈兴，尤其过来寒假新正期间，一侪人嘛拢会出国佚佗。根据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的资料，上侪民众爱去的日本，明年1月至3月的旅行团费用，含今年同期比起来起40-50%。原因包括日本的饭店、机票、餐厅等等的成本拢起来，虽然一票汇率直直降，毋过比袂过各项成本起的程度。另外，韩国嘛真侪人去，但是明年的旅行团费用等等是比今年略降10%。它这个日币贬值，所以日本人到国外去旅游减少，大部分都跑到国内旅游啊。所以说日本的饭店啊、交通、餐厅啊，只要到这旺季的时候非常的拥挤，那么也造成我们这个国人到日本去团退的一个提高。航班没有完全恢复，那票价比较高。那以目前韩国来说，它的整体的航班大概恢复了80%以上，那又新增加了很多的航空公司。还有新的航点进来，所以导致了票价有微幅的下降，大约10%左右，所以我们也会反映在我们的团费上。
春天1月至3月国内天气有关凉冷。协会指出，咱国民众去东南亚旅游的需求增加，嘛因为航空公司旅行团票起价，加上拄到寒假和过年，所以每年的气候有20%。另外，交通部月初有宣布，自3月初1开始要开放旅行团去中国旅游，但是协会指出，每年去中国的费用去真悬，比2019年加1.5倍，主要是因为两盘航点即马剩13个，所以机位有限，价钱嘛真贵。大概平均上涨了大概1.5倍左右。那疫情前的航班的这个航点呢，大概是51个航点。那目前为止呢，大概是开放了13个航点。重点的话还是以这个大选完之后，是否陆客会不会来台？那如果陆客来台的话，整个航点线呢，应该就可以迅速的扩张，那整体的这个售价才有渴望可以下降。根据即摆乒乓协会公布的国外旅行团介绍行情，东南亚、东北亚、甲欧美等等，大多数的航线拢是起价的。协会嘛提醒民众，因为第一季要出国的人有关真多，机位有限，要出国的人就要量早安排。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伫高雄有一间连锁的寿司店出现卫生的问题，有消费者去遐用餐的时阵，发现这啉茶的杯仔顶头拢卡一盐白白粉，一问才知影讲是用漂白水杀菌了后不澄清去，民众是惊甲唔敢啉。餐厅的水杯啊出现白色的粉啊，去消费的你甚至无注意，照常滴水啉。不过详细看才发现，桌顶所有水杯啊拢卡一盐白色的粉啊，而且连杯仔内嘛有。甲店员问了后，答案好真不完。喝下去了，然后你的态度还这么恶劣，是店员直接跟我说，他们早上用漂白水来消毒这些杯子，这是他们消毒以后，他们没有用抹布把它擦干净。27间出名的连锁寿司店伫高雄公山分店，迄个时阵店主敢若口头会失礼，按算敢若换一个杯仔，互伊感觉店主无重视食安问题。2时中昼，这间寿司店正常营业，一个开门就有人准备入去用餐。消费者认为店主应该爱好好管理。店家在这方面的卫生把控可以再更加强一点。水上漂白水若照比例透波，确实会当来消毒餐具。不过专家提醒，洗刷一定爱搁另外用清水冲好清气，若无残留物食落腹肚，也是接触到，恐惊造成身体无拄好。本身会有腐蚀性，所以你碰到眼睛会不舒服，会流眼泪，张不开。那如果说碰到我们的皮肤也会觉得很痛不舒服。那万一吸到我们的呼吸道的话，也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会咳嗽、胸闷。按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第26条规定，食品业者应提供干净清洁之餐具，不应有洗洁剂之残留。面对争议，店主表示交由总公司说明，不过到下晡5点前也未回应。卫生局拘捕了后，原来去随机检查杯仔、碗盘，部分杯仔有一寡会当揕得起来白点，已经照食安法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做无改善，会罚6万以上2月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有一座市电古迹，打到水道净水池，有100年历史。这山脚也有一条100年古道，会当探去净水池。附近有真侪日本时代留落来古物甲建筑。不过，这古道的入口呢，有风声讲要起一栋15层的大楼。文史团体也烦恼讲会影响到文化景观，呼吁市政府就要重视文化资产。伫寿山脚，藏伫巷仔内有一条100年古道，真侪人知影。往山顶行，差不多1-200公尺，就来到这座打到水道净水池。这是日本时代的完工，到当有100年历史。迄当时日本人就是利用古道将材料运上山。净水池的功用就是放清气水源，目前也有供应予中山大学甲军区使用。伫2019年，互列为市定古迹。打到山遮吼有一个净水池是。是放较早吼为迄个大树遐来迄个水道水。其实因过日本人开发净水池工程期间，附近就真做民众休闲所在。不过二战过后，净水池互围起来，遮就渐渐稀微。蛤蟆省因为人口增加，厝愈去愈侪，遮无人整理，亲像附近历史文物流水器式的建筑嘛破破旧旧。协会毋望市府会当重视文化资产的维护。为像外口遮的一寡公园、甲遮的古道，应该。爱甲即个净水池的迄个文化资产做伙去处理。还有一个迄个抽水井，即摆无咧用。即个有咧用的部分，阮已经有围起来，嘛是有人踮遐逐工咧操作，环境咧整理。
受选伫日本时代，互票选为台湾八景之一。附近嘛有日本人的石碑、军事碉堡等等。不过百年古道入口未来可能会起大楼，协会烦恼大楼影响到景观，无真艰难也袂通过。因毋望市府甲自来水公司爱让价看待。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南是全台完整麻仔面积上界大的产地，不过今年受到这风台雨影响，种的时间要延后，加上最近气候无稳定，影响到麻仔成长。西港农会表示，今年种麻仔有申报登记的面积剩140公顷，是这几年来上界的纪录，也那这产量也减对半。规大边青经营的麻仔园，因为麻仔丛产量要变悬，今年平均拢较细丛。西港乌麻仔今年要种的时，拄着风台雨来扰乱，延3礼拜才开始种。最近气候豆豆咧转寒，日头光不足，影响到乌麻仔成长，产量真歹，估计减5成。伊这气候冷来吼，乌麻吼所开的花吼，结果吼，迄个籽吼就无油啊，对啦，变轻的就对。像讲咱的迄个切啊呢，有迄个有那个果啊，但是哦没有那个油脂，变一个空炮弹就对啦。西港府是台南种乌麻仔上大产地，因为种的面积有500公顷，近来受到气候影响，佮加上人口老化，欠工找无人通来斗收割。农民表示，侪有伙人拢无要做啊，甚至少年人拢改去种芦笋甲番马，把年代冲击到做麻仔食品的产业。8到10月遐，伊才有种麻仔，伊女有做麻油的卖，即卖今年无种，伊会去甲有种人买。啊，有种的人，伊做种少，所以伊家己要用。去做的价格，在我们那个理事会决定有差不多130，有提高10块钱。我们去年去做120块。西港农会讲，目前收成拢得爱靠人工，到大个外头靠机械来收割。地区乌麻种植的面积，逐冬咧下降。今年申报登记栽种面积，敢若剩140公顷，打创下今年来上低纪录。记者伫新闻台南采访报道。文化部伫2011年，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甲土水师傅苏清良、李清海师傅，也有展览的师傅齐明和，登录做重要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现在文化部也颁发证书，举办展览，要互大家了解这寡人间国宝的基因。现场演唱南管曲调的，就是咱的人间国宝李清海。伊毋拿到唱南管，伫咧传统建筑的领域做土水的技术，佫是一等一的。经过伊的手路做出来，即线条掠甲顺佫优美。伊讲安尼，万项代志才会顺利，厝才会水。李清海1941年伫金门出世，今年82岁，做土水60多档，坚持古法。伊先为护过济古迹，嘛甲伊的功夫传予下一代。李清海获文化部登录做重要文化资产土水技术收藏保存者，11月20日由文化部长亲身颁发认定证书。我会将我一生中所学到、所做过，这个物件我会全部来传承落去。同一日，也有2位受颁证书的人间国宝，分别是土水技术收藏的保存者苏清良，和检验技术的保存者齐明和。使人感觉遗憾的是，这2位保存者伫今年过身，无法度亲身参与盛会，该由因的家属总代表接受证书。伊一定嘛对我讲，做完袂要紧，一步一步做好，做好咱更毋通搁改。慢慢啊去体悟，原来这句话是阮古一届的精髓，嘛是所谓的慢工出细活。这句话也一直牢牢地记在我的心中。苏清良和许明和师傅虽然离我们而去，其精神与匠心依然照料着后者的道路。他们的精神也将透过他们的后继者、他们的作品，以及所有珍视这些传统匠艺的人们，活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文化资产的研究、保存甲传承是甲时间走相约的文化工程。部长苏特表示，这拢是文化部非常重要的使命。为着要让民众有机会欣赏到这3位人间国宝的功夫，到明年2月1日为止，伫台中文化资产园区有办特展。记者卢尚祖、曾俊佑台北报道。
海水温度变悬，漩涡白化情形愈来愈严重。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和屏东海生馆合作，要找出会当挡温度变悬的漩涡品种，进行人工医学还有复育。团队发现讲，这个核三厂出水口的六角漩涡，凭一般海域的漩涡会当挡3-4度，人工医学了后的存活率也超过7成。全球漩涡的面积因为人为干扰气候变迁的冲击，为1960年的60%降到2018年的19%。台湾定漩涡的面积也是有31%，比别国有较好，不过也是伫个威胁的环境中。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甲海生馆合作研究，发现核三厂出水口外的漩涡，逐工若亲像伫洗三温暖，比上温海域的漩涡耐热度悬3至4度。加尖基六角漩涡人工移植到附近的肉粽角，发现存活率袂歹。平均覆盖率有71%。那现在国际上也在寻找所谓的超级珊瑚，就是这些珊瑚在未来如果气候变迁、人为冲击下，那珊瑚就要消失的话，那这一群珊瑚。可能是最有机会存活下来的。研究显示，核三厂出水口的漩涡伫白化了后，恢复速度更较紧，展现出对涉海水的适应能力。海生馆也指导训练台达职工协助进行检测甲复育这工作。另外，台达嘛协助进行陆上培育漩涡，家己生产的节能产品嘛都用得到。我们当初并不知道台达的 LED 灯其实对于养珊瑚其实是有帮助的。工程师特别为范老师开发一个垂直式的高效养殖系统。基金会下晡甲海生馆共同发表海洋软化甲漩涡复育研究成果。团队指出，2020年漩涡大白化了后，核三厂出水口的尖基六角漩涡也是健康甲正常生态。这是国内超级漩涡候选物种。研究嘛发现，伊是比20平方公分较大的较大型漩涡。效果会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特别绝种的瓜塔头海翁，伫多明尼加海域有200多只，因为排泄物正营养，致使这浮游生物大量生碳。这寡浮游生物确实会当吸收利用化碳，帮助人类对抗气候变迁。为了要保护这个瓜叉头海翁，多明尼加宣布要建立全世界头一个瓜叉头海翁的海洋保护区。瓜叉头海翁有世界上大大脑，上长有15公尺。科学家估计，瓜叉头海翁大脑一个空隙，可能含有1000公升的海洋脑油。过去种海翁互抬死，就是因为人类要爱伊的脑油。掠海翁无化兴起进程，大约200万只瓜叉头海翁伫海内底，种敢剩80万只。多明尼加只有大约250只。为了保护伊无受人为干扰，宣布建立世界头一个海洋保护区，开创全球的先例。The sperm whale reserve will be over 900 square kilometers, a bit larger than the size of the island. 瓜叉头海翁是地球上大动物之一，因会使参到海面的650公尺到1000公尺的深度食深海流鱼，才浮出来喘气休困较排便。科学家讲，因的大便真营养，留伫海洋表面会互浮游生物大量碳死，也若浮游生物会互大气内底利用化碳。死去了后，碳敢若像雨上款落入去海底，甲计出来碳封存到海底，帮助人类应付气候变化。也毋过，观察头海翁常常互船弄着，互鱼龟定掉咧，也佫受农业污染水的影响，破坏生存的环境，生存威胁愈来愈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甲观察头海翁列水，真诶造成危急的物种。美国甲列水濒临危急物种。多明尼加观察头海翁排便的数量可能比其他所在海翁更较多。科学家认为，因这物件也是一般海翁的2倍。估计多明尼加海域附近观察头海翁的大便，每年会使吸收4200吨的碳，相当73平方公里森林一年的固碳量。And so in many ways, that whale pump of eating in the deep and pooping at the surface drives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they're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on our behalf. 海洋保护区位伫多明尼加的西边，伫规定的范围内底禁止商业掠鱼，敢若温泉自给性掠鱼。也会规划海洋观光，将来游客会使甲观察头海翁斗阵受水，也是坐船来看海翁。多明尼加政府讲，也会划定一条国际航线，防止大型的货船入去伊的生活水域。科学家讲，这项保护行动毋但倡导海洋保护，也解决气候变迁，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且促进经济永续成长。国际新闻深度配编译。
伫咧格陵兰东部有大因纽特原住民，目前干那350人，因是依掠海拔抑个北极熊等动物过生活，却因为地球暖化，海冰变少，致使这动物的数量也愈来愈少。上界害是即寡动物食真侪化学污染物，落尾也拢互因纽特原住民拢食落去腹肚底啊。格陵兰东部的斯克斯比松是一个极远的入口，有正美丽极地海景。受到暖化影响，今年7月从有史以来上悬温的纪录，冰山融化的速度比其他地区近几落倍。伫冰川的面积愈来愈细，当地居民的生活饮用水可能会受影响愈来愈少。Making water is maybe a problem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lake where we get the water from for the whole city. In the back in the fields, it's laying around beyond the water glacier. But it's melting, so maybe in a few years it's gone. 住伫咧当地因纽特人，因世代拢是拍打卫星，自海拔北极熊到独角海岸，拢是因的粮食。因为所在偏僻，天气过冷，斯克斯比松的火云船一年才入港一遍，无法度及时供应物资，所以拢是靠野生动物提供居民的2倍节加其他营养素的来源。Because we cannot get it from the main store here. We cannot get it from the pigs. We cannot from cows, chicken. It's important we get it from the animals we hunt here locally. 斯克斯比松的居民也阁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挑战，人类甲无经过处理的废弃物排海，食着污染物的生物，要也阁互因纽特人食的腹肚内。丹麦奥胡斯大学研究，92派斯克斯比松的居民，血液内面的全氟加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的浓度，高过后面的安全健康值，增加着癌的风险。PFAS 一般是用在物品表面的涂层，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环境，正热生物链无容易分解，互人叫做永久的化学物质。然而，住伫遮的居民，因为环境的限制，对食物的选择无啥多。Still the same meals we make. We haven't changed anything because this is what we grew up, and this is what we are used to. People from the world need to show some respect for the hunters.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7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4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